好，今天进度不错啊，咱们看来能够完成，再抓紧一点啊。下边一句啊，绝对能完成了，这就剩一页了哈。好，看这个202页的最后一句啊，第5，表其他关系的连词，比如说拿，这个拿有2个意思，一个是假如如果，一个是既然，就是承认前边是个事实。得这是这个停顿词，他们呢，这都是其他的意思，就是平常不是转折关系，有时也可表转折关系，就是虽然它是停顿一下，后边就是表转折，虽然是拿，但是后边就是表转折，所以这个在句子具体读的时候呢，由你来这个判断。咱们来看它的例句啊。第12个句子是敌晕挪尔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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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敌这个什么呢？事情呢？还是什么东西呢？还是人呢？这是指人，上下文可以看出来。晕以前，挪尔给财富上，由财富，由财富干什么呢？看后边动词，预包银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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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塔后爬抵消了，然后这个写不就读平声乌，后边加拉读乌，读这个预，对吧？对，预包，预包是穷人，预包是穷人。这个预包呢，穷富，咱们说那个周老师叫丰匮动词，或者是很多，或者是缺少。丰，它是由什么丰？由这个钱，由财物而丰富。它这个丰匮动词呢，要求解释这个丰匮是由什么造成的丰匮，所以它由钱造成的富，所以它用句格。这个穷呢，也是由于钱少，钱没有造成的穷，所以他还是用句格，他要求句格。所以这个人呢，是以前呢，他是个穷人，所以这个努尔根呢不用译了，他由钱造成的穷，由财富造成的穷。这个拿就不是如果，它是什么呢？是表示前边是一个既成事实，但是它虽然没有转折的词，有时候就光这个拿呢，它可以造成转折，为什么呢？你从意识上可以看出来，看后边啊，塔尼预包马银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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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人以前是穷人，这是事实。现在呢，不是穷人了，现在富了，这就是个转折。以前是，但是现在呢，已经不是了，所以一个拿，它也可以表这个，就跟拿羊一样，可以表转折关系。这种东西，其实你在这个意思上就可以看出来，比较容易的。读一遍啊。敌晕挪尔给预包银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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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塔尼预包马银诺。塔尼预包马银诺。好，看下边一句。普木西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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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在应该是发去声的。普木女儿，西某一个，在就是生，意思也很单纯。这个动物也可以用这个生，人也可以用这个生。如果这是如果了，如果生了一个女儿，某一个，这就是因为还不知道生的是哪个了啊，反正就是不管什么吧，反正就是生，只要是个女儿，如果这样呢，努尔丘江给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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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努尔是财富，丘是牲畜、家畜，字典上还说是
反刍家畜，就是这个牛羊啊，它那个会倒叫的那种家畜。这泛指就是家里头养的一切动物。家里头财物，这个在藏地来说呢，无非主要的就是一个是财物啊，房子呀，这个家具啊，一个就是家畜。这两样大的，所以这两样合起来代表一个人的财富。这是各个民族这个用词不同了啊。努尔丘就代表财富。如果生个女儿呢，财富也怎么样呢？被国王，国王加句格了。被国王干什么呢？斜巴尔塞呢？斜巴尔塞呢？斜是拿的敬语，被国王拿，就是国王没收，国王拿走了。后边这个塞的基本含义是完毕、穷尽。塞一个是完了，一个是穷尽，就是到头了，这个所有的都做完了，穷尽了，完毕了，这是这个塞的本意。在这地方用是什么意思呢？要跟另外一个词结合着引过来，就是塞经常啊前边马塞啊马塞就是不但，就是马赛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完，那就是说后边还有东西，在虚词上就代表说不但这样，而且还有东西，所以代表没完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不但呢也有不仅仅是这个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地方单独再回来用这个马赛理解了之后，说不但不仅仅是，说还有。现在呢广用一个赛就是说什么呢？仅仅是这个了，只是这个了，完了，到此为止，到这儿就完了，再没别的了，所以它叫只会，只有。你比如说如果你生个女儿呢，你的财富就会被国王收走，就是收走就完了，只有这一种可能性，只会被国王收走，只可能被国王收走，收走就完了，你再别想别的了，就完了，就这意思啊。这个地方后边跟了一个拿，这个拿就不是假设了，因为这是个事实，就是说你生个女儿，国王就会把东西拿走。这样呢，这个拿呢，你再看后边的意思，就能看出来它是表一个转折，说开的 Q 西穷呢，开的 Q 西穷呢，开的是万一，也可以说假如，如果，它这个如果呢，有时候代表万一的意思，说万一 Q 男孩喜某一个男孩，穷是出现得到，这就是取这个得到的意思。如果这个拿是如果得到一个男孩，得了一个男孩，实际上就是上边那个在就是生了一个男孩，那就是他不重复那个动词，所以前边是生一个女儿，后边是得一个男孩。万一要是得一个男孩呢，你要生的是个男孩呢，后边可努尔大晕淫了，可努尔大晕淫了，读吧，可努尔大虐淫了，还读的不对，声不对啊，应该是去声，对，可努尔大虐淫了，可努尔大虐淫了，可是他，努尔是财富，达是我，再一个意思是主人，达一个是我自己，一个是主人，财富的主人，这是一个词组，就是财富的主人。虐是真正的、真实的，是他是财富的主人，真正的是个形容词，他是真正的财富的主人。那就是说，
如果你生个男孩呢，这个男孩他就是财富的真正主人了，哎，那就是这个不是国王了，哎，他就是家主了，就可以保住家财了，就是这意思。好，读一遍。父母是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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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去讲改变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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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斜边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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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的口是穷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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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哪儿大月银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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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数第二句，说忒民龙巴莽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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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忒民就是不是他，这个就要根据前后文来理解了。咱们接着往后来啊，陇巴是地方，哎，莽包是很多地方，举是前面刚出现是熟悉，举是熟悉，详细知道，就知道详细情况，很熟悉，哎，约有举约就是熟悉，我知道，有这个详细情况，我知道它详细情况，有就是这是个词组，就是我熟悉，我知道，哎，的就是一个停顿，就是一个停顿，就是逗号啊、顿号的意思。现在咱们看这一句啊，忒民就是说那个不是，陇巴就是很多地方我都熟悉，但是那个不是，就是除了你说的那个地方不是这样，很多地方我都熟悉。注意，这个呆本来就是一个停顿，但是呢，在句子上后边是个转折义，所以这个呆呢就起到了这个转折停顿的意思，哎，就是作用。开给年给陇巴，开给年给龙巴，开给年给陇巴，开给年给龙巴，你的亲戚的地方，哎，这是那个可能是米拉日巴问那个给他带信来的那个瑜伽行者，说我妈信上说的这个我们家亲戚的东西你知道吗？他就说你的亲戚的那个地方，说我很多地方我都知道，他这瑜伽行者到处走嘛，但是你的亲戚的那个地方呢，举美，读举美，不知道，不熟悉，哎，是你描写的那个他妈来信里头描写的那个情况，没见过这地方，这个语法很简单了，就是这个得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停顿，但是呢，在前后起了一个转折作用，就是很多地方我都熟悉，但是你说你那个信里头说的那个地方不知道，但是一个转折关系就可以译出转折来。忒民陇巴莽包举约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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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给年给陇巴举美，开给年给陇巴举美，开给年给陇巴举美，开给年给陇巴举美。最后一句，潘巴尔玛瓦均巴尼，我读错了啊，潘巴尔玛瓦均巴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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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潘巴是利益，就是好处、恩惠，就是好处吧，玛瓦是说话的说这个好有好处的说，这个有益的说，你也可以把它这个巴日译成这个土野地，这就是状语形成后边这个动作，就是
有意的说，就是这个说对于这个被说者呢是有益处的说，这是一个理解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妈哇呢一般是指说的话，因为它是动词，妈哇名词化就指说的话。但是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？是说话的人，所以它有时候指事，有时候指人，要来判断。这个时候就是什么说呢？这个说话对你有益的那个人，会说对你有益话的人，那下边一称叫忠言相告的人。你看这个他就这么给转过来的。均巴是什么呢？是稀少、珍奇、珍贵，稀少珍贵。这个稀少珍贵，如果要是它再加一个确，就是那个表示最高至上的那个确，你可以在这一行的最后，那不是也有一个均吗？这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词儿，你往后可以加一个词儿，后边你写一个马沃掐哪若确卡确，马沃掐哪若确卡确，这个确是至上最高最好。均确就是稀少珍奇的宝，稀少珍奇加上最好，这就叫至宝。这个词儿，这两个词合起来叫至宝。再画一个点儿，再往后加一个词儿，加那个三，就是松，就是卡沃撒西就松马松，卡沃撒西就松马松三，这就叫三宝。三宝就是三种至高的非常稀少的非常珍贵的这个宝贝。好，咱们看第一句啊，说有益的话的人非常少，非常少。这本来是个停顿，但是后边的意思呢有转折了，说忠言相告的人虽然少，但是啊，你看它是固然不多，它有一个转折。后边什么转折呢？忒大为讲年八均，忒大为讲年八均，忒大为讲年八均，忒大为讲年八均。忒大这个地方呢，它又是指的是他说的话。忒大为那个最后那个爬，那就是跟了一个名词化的这个尾。这个忒大为讲这个是指的他说的那些话。年吧是听，听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只是听，就是我听见；一个是听从，就是说我接受你的，我听你的话，我接受你的话，听从，两个意思。这个地方是指那个听从，不光是只是说我听，要这个听了听他的话，是那个听。说，能说忠言相告的人本来就是很少的，可是呢，能够听他们话的人，这还是指人。这个忒大为啊，是它的动词是年吧，是听从。忒大为是那些人，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个听从也可以说做它的这个形容词，能够听忠言相告的话的人。它这个为是个主语，它的谓语是年吧。能够听前边这些话的那些人更少，能够对你忠言相告的人本来就很少，可是在得到忠言相告的时候，能够听忠言的那些人更少。看这个人们就是这么奇怪，本来听到忠言相告应该是很难得的，这是很大的福报，但是听到了之后呢，不高兴，因为良言苦口
它虽然利于病，但是不好听，所以呢，人们就这么傻，人们都是，世间人永远是这么颠倒的啊，就是本来好事他就给弄成坏事了。这是第一句，下边看下边一句，曼巴开巴涅嘎的，曼巴开巴涅嘎的，曼巴是医生，光曼是药，加上巴，这个就是人，就是医生用药的人。开巴是智者，这个精通于善于，善于就是说这个精通医生就是高明的医生啊，名医高手，涅找到，这个不光是找到，嘎非常困难，找到一个名医高明的医生啊，很困难。对，还转折，本来找个高明医生就很困难，但是呢，怎么样呢？培以气行，且把牛。培以气行，且把牛。他的话，行按照他的话，按照他的话，且把做，按照他的话去做的，且把这个把又变成人了，就是一名词化，这又这个前边行前边这是一个就算一个形容词，形容这个且把，形容做什么的人呢？按照高明医生的话去做的人呢，牛更少，就是这样的。佛就是个高明医生，本来就很难碰到，但是气是按照是吧？不是，气是话，培义气，话，他的话，行是按照，行是最基本含义是像什么，如什么，如像他的话引申出来一个按照他的话，像他的话那样去做，就是按照他的话去做。牛是什么？牛是少，少。这个嘎是前边那个嘎是困难，他这个更少，更是怎么出来的？就是这个转折关系带出来的，就是说高明的医生就很难找了，但是这个高明医生说的话呢，你本来很难找了，你应该珍惜哈，反而呢，你按照他说的话去做的人呢，更少。这个就这么奇怪。刚才我就说的那个佛是最高明的医生，本来就很难遇到，现在还剩个佛的经教哈，按照佛的话去做的人呢，那就你说在这世界上几分之几啊，50-60亿人，真正按照佛说去做的呀，我跟你说没几个。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佛教徒，按照佛说在做，实际上他做的还是世间的贪嗔痴，实际上还是他认为自己是按照佛的意思做的，实际上还是按照自己的贪嗔痴做的，真正按照佛的意思做的非常少。好，读一遍啊，胜利了啊。潘巴日玛瓦均巴尼，潘巴日玛瓦均巴德，潘巴尔玛瓦均巴德，潘巴日玛瓦均巴德，潘巴尔玛瓦均巴德，提大卫讲年巴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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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曼巴开巴涅嘎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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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提以气行且把牛，提以气行且把牛，提以气行且把牛。提以气行且把牛。好，抓紧时间把后边这2页过一下啊，简单过一下。204页这是两个附录啊。第一个附录叫什么呢？看汉字啊，虚字天阶法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藏文里的虚词，它是跟在一个实词的后边的。它在跟在这个实词后边的时候啊，它的形态会有一些变化。说跟在什么？它的变化是受那个前边实词的后加字最后一个字母的影响。这个
跟着什么样的字母，这个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这个变化情况给集中在这儿了。你如果忘了，你可以到这个表上来查。所以这叫虚字添接法，就是添在实词后边，接在实词后边的时候啊，这个虚词会变化一个什么形态？这个题目咱们也简单过一下啊。气是化，切是会遇、会见、见面、相遇。这个气呢，最基本是词、句、字、画。画是最宽范围，它最基本的意思是词。这个是对了，这个气跟这个切之间加一个点儿，这咱们一边改错啊，这个之间加个点儿，这是一个词组，叫相遇的词，使其他词相遇的词就叫连接词，你可以记啊，连接词，这就叫连接词。词后边说相遇就是连接词。连接词的名，这个名啊就是指的字，就是连接词你要有一个名，那个名就是那个，比如说啦什么这个，就后边这都是它的名，这就是指的这个字儿。它一个意思是边儿，一个意思是后加字。为什么这个边儿有后加字的意思呢？你一个字啊，从头到尾到最后那个就是它的边儿，所以那个最后的后加字也叫边儿。这个连接虚词的这个字，我看啊，这个边儿就是后加字啊。真是引导带领，引导带领也是很常用的一个字。然后骂长就是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长是它的一个命令式，就是你带人来吧，这个引导带领，这个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说后加字带领的后边区刚才说了，一个是方式方法，一个是情况，这就是取那个情况，就是说后加字带领的情况。带领谁呢？带领前边那个，带领那个连接虚词的那个字儿，连接虚词的那个名，就是后加字带领连接词的那个字儿的情况的，这儿改一个错字，那个人上边的 k 固改成真波，就是人改成人，把上边那个 k 固改成真波，就成了人物密。人是什么呢？然是山羊，就是所有的零碎都不要，光要那个鸡字，光一个然是山羊。这个加上真报加上乌后边的啊起不就是什么呢？指小，这是整个这是一套指小的这个表示。小山羊就是小山羊羔，就是山羊羔，小山羊，山羊羔，羊羔吧，就是羊羔。迷是眼睛。小山羊羔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呢？小山羊羔的眼睛是一个眼儿，一个眼儿就是一个洞，一个孔，一个眼儿就是一个格，一个格子就是一个窗格，明白吧？就是这个表这不是一个格一个格来的吗？这个藏人他就把这个格子呀就叫做是羊羔眼儿。羊羔眼儿你看就是有一个四圈有一个边嘛，它就是一个小格，所以这个人物密羊羔眼儿就是格，或者咱们现在文绉绉就叫表格。整个这句话就是连接虚词的那个字儿被后加字带领的情况的列表。好，咱们来抓紧时间啊。第一行叫结就，就是结是跟着，就，是尾巴，就是那个我看啊，后加字就是后加字，对，解就就是跟在那个鸡字后边的那个尾后加字。后加字咱们看啊，中间这有一个比较字儿多的叫塔扎。这个塔扎是什么呢？就是再后加字塔，这个现代汉文已经取消了，但是呢在古藏文里头有，所以它有这个形态变化，下边的形态变化保留下来了。
这是塔扎。最后一个是还那个周老师让把这个顿号改成一个斜杠，就是右边高左边低的一个斜杠。其实你这个不改，我觉得顿号也可以啊。就是后加字是的，还有一个什么叫他妹，他妹就是没有边，就是没有后加字，就是没有后加字的。比如说山羊，就是一个鸡字，没有后加字。说后加字是的跟没有后加字的，实际上后加字是的是干什么呀？就是没有后加字。没有后加字，如果前边有前加字，人们会分不清哪个是前加字，哪个是基字，两个字母的时候就分不清了。所以呢，这种情况它要加一个后加字，告诉你说后边的那个是基字，前边是前加字，这是后加字。所以这是没有后加字的那个情况，或者是后加字是的。下边看左边第二个气切，就是虚词，后加字排在上边，下边是跟的虚词。虚词里头呢，第一个是拉丁，拉丁叫叶格，拉丁是叶格，就是对着谁做什么，就是拉前边的那个。变化就不说了啊，你们自己看，光介绍一下这个名。第二个叫哈介，哈介，介是具有，哈是剩下的，有余，这个要是意义就叫有余。它的正式名称叫连引词，就是后边还有东西。你看它是一个暂时停顿，你看就是出现这个有余叫连引词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暂时停顿，它后边还有东西，这是个中间的停顿，叫连引词。下边一个叫窄扎，窄扎呢是这个窄的意思是联系，扎是声音。咱们说过印度人把这个藏族人呢，把这个声音作为字的根据，声音是根本，所以它这个在咱们汉字里头是用字做根本，所以这个声呢，说联系这个声，在汉语的意思就是联系这个字。我们是把声音作为字的那个字作为声音的根据，我们认为字是根本，声音是字的一个读式，人家认为声是根本，字是声音的一个记录。对。所以这叫什么呢？窄扎就是联系词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属格，就是谁谁谁的，谁谁谁的属于谁的。联系就是说用这个把后边那个联系给前边那个主人，他是有主人的。下边一个且扎，且是做，就是做的字，什么意思呢？具格，就是工具，用它来办事儿，用它来做事儿，具格。工具的具，就是属格再加个仨。再下边一个是塔达塞界，塔达是现在，塞是显明，刚才咱们出现了。且是做，也表示能显现在，能表示现在，就是什么呢？叫现在进行时，就是正在。用汉语的字表示就是那个这。说我说这，我做这，那个这才正在进行时。下边一个，是点是装饰，打扮那个装饰，一个是装饰，再一个就是赌注。那个米拉那个什么这个朵杰森格跟人家赌钱，赌什么就赌这点，就是赌注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最基本意思就是装饰，聚是集中聚集到一块儿。这个在这个地方它俩合起来叫什么呢？叫转合词，转动的转，合起来的合。转是指的这个装饰转译的，聚是合。转合词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后边都是将阳昂，都是就是也在右，就是这儿有一个转折，转折是把后边那个呢再加上来，转合词就是还有再有又有也有，就这么个意思。下边要改错了，下边这个格，这个不是有个空白格吗？空白格下边的这个横线把它划掉，就是下边的这两行的这个东西啊，
管那个空白格的后边，就是把这个下边这两行那个下边大空格的这个两行的这个呀，上边那个横线给它去掉，就是它这两行管了这一大堆。这个是气拆醒缩，读一下气切行受，气拆醒缩。气切行受，气拆是虚词了，就是连接词。醒连接词醒，你看刚才咱们把这个格打通了啊，最上边一格就是京京什么星行是吧？就是和，哎，而且以及行，缩是拉缩吧，就是等等，哎，就是连接词行和一些其他的叫不上来名字的一大堆，哎，什么写呢呀，就是如果说呀，什么就什么，反正就是下边这都是那个说，然后还有这个命令式的语气词什么，这个不具体讲了啊，光解释一下词的意思。再下边一个格里头叫左气，左气，左是圆满结束，哎，无上正等正觉就包括这个左圆满，圆满词结束词就是句尾词，哎，句中词啊，句中词。倒数第二项叫做解句，解句，这个解是上边那个做的且加上个啊沃，这就不是且了，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分开，分开，哎，把一个东西打开、揭开、分开，这是第一个基本含义啊。引申出一个抽象含义叫分析、解释，就是说我把这个问题给它分开，哎，分析分析这个问题什么原因，给解释它的详细情况，哎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分开，一个是分析解释，一个是解释。分后边还是聚合，这个词叫什么？叫离合词。分开就叫离嘛，就分离。离合词，离合词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它后边它这个虚词连接的前后这俩词啊，既把它们分别开，它们是两回事儿，哎，又把它们又有关系，又把它们这个拉在一块儿，有一个关系，有一个什么关系呢？有一个选择关系，有一个选择关系。分开就是说它们不是一回事儿，可能是这个，也可能是那个，但是它又有关系，就是什么呢？你可以在这两个之间啊选择一个，就是那个叫或者，哎，就是什么什么干什么，哎，就是说或者是这样呢，还是那样呢？你可以做一个选择，叫或者，哎。最后一个是打诈，哎，打诈是什么呢？前面说了，打一个是我自己，一个是主人，这个地方当主人讲，主人词就叫主人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后边一加一个八或者加一个哇，就变成主人词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妈哇，本来是说的一个动词，加上妈哇之后呢，哎，对了，说话的那个主人，哎，这是动作。如果它是一个名词呢，就是你比如说一个羊哈，一个名词啊，它就变成了这个动作是指动作的主人，名词是指的那个名词的主人，就是这个东西属于谁，就是他指他的那个人。你比如桌子，桌子，如果它变成这个主人词之后呢，就变成了这个只拥有这个桌子的人啊。我举的这个例子不合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动词就是指的动作的主人，名词就是指的这个东西的主人，主人词。哎，所以你看，咱们刚才学的句子也有很多这个动词啊、名词啊，它加上八之后呢，变成了说这话的人，那什么，哎，变成了主人，指人。好了，最后一页，例句出处说明，这个咱们更快一点啊，多少分钟了？啊，那还行啊。谜就是说，在我们所有例句后边括弧里头，如果出现谜，就是指的哪本书呢？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简写。米拉惹贝那么他读。米拉惹贝那么他。米拉日巴的那么他日是解脱，哎，
这后边不是虚词，这就这两个字母合起来是解脱。nam 是加强，你可以译成说叫完全解脱、彻底解脱、真正解脱。哎，完全解脱什么意思啊？在藏语里头，这就是传记，就是他的这个历史、他的事迹、他的这个业绩记载，哎，传记，米拉日巴传。第二行的给是什么呢？是哪本书呢？叫给热塞维美隆。给热塞维美隆。这个塞维应该读动词，那就是后边应该读轻声。再来一遍，给热塞维美隆。给是国王，热是世系、世代系统、世系。哎，国王世系就是国王的这个系统，就是谁接着谁，谁前都是谁，谁什么这国王这个体系，哎，这个系统。C 位咱们刚才说了，就是显明，就是能够说清楚的美容镜子啊，明镜。就是这本书里头把国王谁接着谁的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啊，都给清楚的显现出来的一面镜子。这个汉文的名字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西藏王统记。西藏王统记，统是系统的统，西藏王统记。哎，你就可以按藏文名，你就去那样找；按汉文名就给译成这样了，叫西藏王统记。这个有时候这个译名啊，尤其是书名啊、电影名啊，它不是完全按照那个，因为你完全按照，有时候看这个不好理解哈。它因为它要照顾到，所以前边要加上西藏。哎，下边第三个 K 是指的哪本书呢？是确军开背，这个应该是名词了。确军开背嘎敦。确军开背嘎敦。确是法，军是升起、出现。法的出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叫源流，宗教源流，也叫历史、宗教史。确军都是指的这个就是宗教，这个不一定是佛教了，宗教的历史、宗教的源流，确军。开背就是这个智者了，贤者了。嘎敦咱们学过了，嘎是高兴，敦是一个是表示说话，再一个是表示聚会，这个宴会，哎，喜宴。这个这个藏文就是说什么呢？说这个宗教史，什么宗教史呢？叫智者喜宴。这个喜宴指的是，就是说智者喜欢的东西，哎，就是我们追求的法呀什么这些东西。汉文名字叫贤者喜宴，贤惠的贤，贤者喜宴，喜欢的喜，宴会的宴，就是宗教史。下边一个意是春天。别给对不太，别给对不太，藏地的、西藏的对不太，在拼音教材学过。对是本子，哎，一册一本儿。对不太是叫史书记事。哎，反正就是你就记个史书就行了。藏地的史书，哎，译给给灭，春天的这个给灭，要严格的说是皇后，实际上它这也是指的国王。哎，这个撸应撸是山歌，这个就是没有伴奏、没有音乐的那种，就是清唱啊，就是哎那个撸就是
干唱的歌。应是这个音，哎，合起来就成了歌曲，就是有歌有这个音乐有曲调，哎，有伴奏，那就成了这个叫歌曲，哎，有时候这个汉文名字译的呀，这个汉文名字译的跟那个第二个呀就差一个字儿，叫《西藏王陈记》。哎，这本书的汉文名字叫《西藏王陈记》，大臣的臣。所以你这个你看，譬如给这个对不对？西藏记，哎，西藏史书，春天的国王的歌曲，所以这个你就明白就行了啊，他就那么译的啊，《西藏王陈记》。好，下边一个，嘎欠嘎缺吗？嘎欠嘎缺吗？嘎欠嘎缺哇？嘎欠嘎缺吗？嘎欠嘎缺吗？嘎欠嘎缺吗？第一个嘎是指的那个话的敬语，话的敬语，哎，你可以译成指示、命令什么这个啊，教诲、教导都可以啊。欠是遗嘱。临别嘱咐不一定是遗嘱，包括遗嘱也可以。你跟谁告别呀？我嘱咐你几句话，委托你几句话。这个就是广义啊，临别的嘱咐啊，包括遗嘱，包括这个真的要死的遗嘱。这个加上那嘎，纯粹就是为了把这个遗嘱给弄成敬语。这是谁的遗嘱呢？是松赞干布的遗嘱。哎，嘎哇。后边这个嘎啊，单独这个嘎加一个哇，是嘎哇是柱子，就是那个房梁支房梁的柱子。缺妈本来是什么呢？是天窗、开水、什么陶器，反正就是它有很多意思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它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松赞干布的遗嘱啊，可能是非常多。据说是他把他遗嘱的第一卷。它放在了大昭寺的一个叫树叶柱的下边，后来被莲花生给拿出来了。这是一部历史，这个你可以查字典上这个，你直接就查那个嘎，就在第2页就有嘎亏妈，哎，所以这个书汉译的名字叫柱间史，柱间史，柱子中间的藏着的历史，柱间史。也意译为叫松赞干布遗训啊，松赞干布遗训。所以这个译名啊，有时候这个它是意译出来的。下边一个百戒啊，百谢，哎，百是波浪，谢是承诺、承认的敬语。一个是承认，一个是愿望爱好，第3个意思是主张见解，都是敬语啊。主张见解不是敬语，前2个都是敬语。这个地方呢，不清楚了。这个汉文名字就叫拔邪，就是译音，就直接就译音，拔邪，拔起来，正邪宾馆的这个邪，拔邪。内容讲什么的？我也没问，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很晚了，那个打电话我也怕耽误离11点了，怕耽误那个周老师。实际上他12点多才来休息，我不好意思耽误太长。他就说这个就是拔邪啊，我说好，我说译音啊，就行了，我也没多问，因为如果你要是你知道就行了，汉文名字、藏文名字都知道。如果需要查呀，真研究到那一步啊，你还是自己得这个去好好下点功夫去。咱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。下边一步，藏lun谢卡瓦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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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藏是这个智慧是吧？智者。lun是愚者，咸鱼，最后夺是经，经呢都是叫做什么的经？邪卡瓦
叫做咸鱼的经，哎，就是咸鱼经。下边一个沙给来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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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给就是撒迦派，哎，撒迦派的来谢好话就是格言，撒迦格言。萨哪个萨？撒拉萨的哦，那不是对，拉萨的撒，加是一个加号的加，挂一个走字儿是吧？撒迦格言，这是很有名的，都是智慧的结晶啊。下边一个是屈单卷，屈单卷，屈单卷，水的单卷，单卷是什么呢？单是这个就是那个说呀表示啊那个的一个未来式吧。所说所表示就是代表教，代表这个你要佛教那就代表佛教，哎，就是教。这个卷是这个合起来就是论著，单卷。实际上这个单呢本身也有论，你看单比如翻译的单就是翻译的论著，翻译的论点，哎，单卷就是论点论著，著作。水的论点什么意思呢？叫这个汉名叫水域格言，比喻的喻，水域格言，用水做比喻的格言。下边一个是心给单卷，心给单卷，换一个字叫沐浴格言。下边一个给单来谢，来谢是格言了，这个就叫格单格言，格单也是译音而回，哎，也是译音。这单就是那个丹心向阳，那个丹啊，那个仙丹啊，仙丹的丹，那个船舟船的舟把那个撇去掉，格单格言。这个别是善，单是具有，具善，哎，这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吧，我估计是不是这个这是瞎猜了啊，哎，所以他人名呢他就译格单，可能是这样的。这个呢，格单格言是从哪儿？从另一个书里头选出来的。这个选出来的这个书叫《给单来谢给摘吧》。给单来谢给摘吧。给单来谢给摘吧。给单来谢给摘吧。格单格言的解说，这个摘吧是解释，哎，格单格言是，哎，解释。好，下边一个。给这是这个缩语，后边的是给单来谢给摘吧，这上边有了啊。给单来谢给摘吧啊，这都是这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解说，就是不管了啊。再往下，撒迦来谢给摘吧，又是撒迦格言的是，选自来谢来囧为当句，来谢来囧为当句，来谢来囧为当句，来谢来囧为当句。从格言里头，那个来就是从格言里头升起的、产生的，就从格言里头选出来的当句。当句是什么呢？传记、传说、故事、典故、寓言、传奇，就是这一堆，也可以说就是从格言中出现的典故，哎，也可以，格言中出现的故事，格言中出现的什么，反正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当是话，
比喻是相续，比喻是相续，话的相续就是传记，传记传说，故事。好，下边一个给宅，给我所替，给我所替，给我所替给宅吧，给我所替的宅吧。给我是凡夫众生了，有情了，就依众生。所是养育，所是养育。替是一滴水的滴，一滴水的滴。这个书就叫做众生养育滴。众生养育好理解，滴是什么意思呢？一滴水的滴，滴是这个就是精华的意思。一滴啊，很多东西挤出一滴来，那是精华汁儿。众生养育滴，众生养育滴的摘吧解释。选自也是从哪来的呢？叫上边那个叫来些来囧外当句，囧外当句。好，翻过来，还剩两个。沙滴血龙，沙滴血龙啊，对，西滴血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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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西滴血龙，西都，这是一个纯粹是，这绝对得译音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从汉语译过去的。司徒，司徒是一个姓，司令的司，徒弟的徒。司徒是中国的一个官员的名字，是吧？对。司徒，这个人呢就是司徒，就是这个官儿。到藏语里头就按照这个音译成西都，司徒。所以再译回来呢，还是译成这个，所以这纯粹就是译音了。司徒血龙，血是口或者是脸的敬语，龙是经教、言教，传这个龙，就是传这个经教，传口诀，也叫口诀秘诀，血龙血纯粹就是为了加一个敬语，就是为了把这个龙加一个敬语。就是这个口脸不强调口脸了，也算口吧。这个加一个敬语，血龙就是叫言教，言教秘诀口诀。司徒啊，这个呢，汉文的译名叫什么呢？叫司徒文法。这本书是讲文法的，司徒文法。最后一行叫西宅，西宅就是。西堆当居啊，不对，西堆松大宅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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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司徒的松是3，大是标志标记，这个记号符号印章。因由有很多意思了，它基本含义就是标记，标记。3个标记，司徒3个标记。宅是解释，亲是大，大的意思是详细。你看那个窥基有一个阴明大书，就是我详细的书，有的叫广释，就是详释，有的是略释。这个大就代表一个这个解释的比较详细，完了。这个周老师读那个录音最后，非常这个轻松的来了一句，全部完了，我们也全部讲完了啊，功德圆满，大家很辛苦。记住，这个现在我们是达到了一个什么胜利呢？读音会读了，藏文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读。语法现象都见过了，语法关系也都知道，下边缺的就是什么呢？多读，因为你会读，你又那个能够理解语法，就是多读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下去之后呢，一开始是复习，复习了之后呢，以后自己可以查字典找书啊，可以多读。多读一开始你先不要要求那个，就是我每一个字都查清楚，不，那个就太慢了。你可以能看明白大概意思，有些词先不要查。
有时候见的多了，你都能猜出那个词什么意思来。看它出现次数太多了，你再查一下。反正就是这个泛读跟精读啊，你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多读。要求大家就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不打算把这2年的功夫白费掉，你就要坚持至少每天要读10-20分钟，这是至少的。每天读10-20分钟，你就可以保住你的，就是老把那个种子呀翻起来记一下，保住你这个成绩。如果你想这个要有大的进步，就得增加，就是多读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如果你要是不读，放1个月，甚至放半年，你再去翻，就等于你要不进则退了，就忘记了。你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恢复。为什么有人学10年、20年藏文还是用不了？就是因为他这种就是猛学一阵儿，放一阵儿，好忘了，再学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在进步，他是在恢复原来的那个水平，恢复起来没进步一点儿，又扔下，结果老在那个最初级阶段啊，忘了丢，这么折腾，所以永远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永远学不会，到最后也不能用，等于白学。如果把它整个这个时间改成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每天保证都读一会儿，你至少能保持你的水平，实际上是在慢慢的进步，但是进步就是比较慢。如果你有时间突击的话，你再加上点，肯定是在进步。语言呢，也好学，就是方法其实也简单，就是要大家要这个要有这个决心。我给你说一个这个最大的好处，现在你读佛经，拿着汉语本读不懂，看这个解释，问这个问那个，费多大劲。你如果藏文坚持下来了，你等于有了2个医师给你翻，等于你有了2个老师。你有一个汉文本，你拿一个藏文本，说我藏文本完全读不下来，你就不懂哪句话你就看哪句话，非常解决问题。经常是什么呢？汉语里头你看不明白，一看藏文呢，大白话清楚得很。藏文里头看不明白，一看汉语非常清楚。2个一结合起来，2个老师给你讲，优势非常的大。再一个就是，更何况现在还有很多藏文的经里头有，汉文里头没有，大概互相交叉有1/3没有的。所以说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把他这个坚持下来。好，好，回下。